盆地要开蛇皮果干，蛇皮果干，上次是吃它的新鲜的蛇皮果，现在要吃它的干。干，已经新鲜的干已经买回来。新鲜的干。你已经买回来多久了？哦，好久了。反正它没关系啊，它保存期间到9月啊。哦，是吗？不知道哎、还蛮续的，有没有关系？狗，汤弟是有吃过新鲜的哦。新鲜的有吃过。哎呦，还蛮功夫的，包那么多层2层啊。可是这个虽然功夫归功夫，可是这个包的方法是像蛇皮吗？哦，是吗？来，我看它的袋子，看它的袋子盘弟。这蛇皮果，蛇皮啊，这个只能像什么？吃起来像什么？味道很臭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新鲜的比较好吃。真的吗？嗯所以这样不好。